航转爱州。台湾有一种水色，水水东江，俩水流绵，亲像爱人嘅木竹，木光漆漆黑茶针，念线天针，做得当高水牛窟学堂基地，采访台湾俩岛俩布匹，水色布匹档还有一工厂，沿等火茶铁轨，再来考核好评，再去好核好评，古董侦查两条线。一路七七档，唔是左转，唔是右转，是到下一站，火车头顺，有爱人停留。元旦一早，许多人跨完年才刚进入梦乡，这时候却有一群人早早聚集在台铁内湾支线的核心车站。那等一下我帮你扶着，然后你就是45度，然后往下拉。好，来，2只手会比较平衡哦。好，来，轻轻的，很好，好，一次力道，OK 了。哦 ，OK 了。好，来，那麻烦自己拿一下，看看它的感觉，很好，很漂亮哦。你要印上面的还是下面？上面2只的。好，跟妹妹一样是吗？好，游客排着队伍，仔细思考，要在自己的布包上印个俏皮的柴犬，还是慵懒的猫咪，来作为一年的开端。印好图案之后，游客来到另一张桌子，工作人员吴介细心地教大家怎么吹杆。好玩吗？好玩哦，玩。你昨天有到处看烟火吗？有啊。在哪边看？放烟火在河岸。真的啊？你们自己放啊？这团早起的客人是由台湾寄宿家庭接待的日本友人，为了能够让日本朋友感受道地的台湾风情，舍弃了主流行程，选择温暖的捐印手作与铁道之旅。今日は台湾でのホームステイに来て、ホストのママにここに連れてきてもらいました。はい。で初めて来たのですごく珍しくっていろんなものが楽しいです。ワンちゃんの作ってそれがすごく可愛いので初めて作ってとっても緊張したんですけど、うまくできてよかったです。除了铁道、捐印这些富有内湾风情的元素之外，游客使用的布包也都是出自新竹县横山乡九赞头社区妈妈之手。你有个剪子，你塞了啦？请喝了。好。好，都带，谢谢。社区妈妈们利落地踏着脚踩真车，手里飞快车着捐印用的布包，一边工作，妈妈们不忘聊聊最近社区发生的大小事。整个工作室就像是社区的大客厅。这里是台湾水色的工作室，2011年由在地的九赞头文化协会成立。成立的原因可说是无心插柳。这些妈妈有的是2度就业妇女，有的则是退休后来这边赚零用钱。我们社区有一个妇女啊，她就是因为都会去学校当志工，然后知道学校要丢了，就是用一台200块把所有的侦车都买回来。但其实刚买回来的时候，我们也其实很困扰啦，因为其实这种旧式脚踩侦车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不太会使用，就只有那一代妈妈会用。我们邀请妈妈们来使用脚踩侦车做一些缝纫的教学，开始陆陆续续做一点客家的花布衬衫啊，还有一些包包。九赞头的社区妈妈早年几乎都做过真车代工。1980年代，台湾的家庭代工兴盛，客厅即是工厂，是他们的共同回忆。以前农业社会没有地方赚钱啊，然后我们妇女的话，加减在家里做代工手工，然后就那个时候那个时代的话，我小孩子还小，那个时候已经40几年前了。然而，随着代工业没落，
妈妈的好手艺无处可发挥，于是协会在2011年成立了缝纫班，到现在快10个年头了。刚开始，社区缝纫班的作品多以客家花布为主视觉，但这类商品销售量有限。近几年来，他们慢慢的开始转型。因为我们要做的呢，就是围裙，然后这个是小朋友版，是，然后这个是包衣服的那个身体，好，剪一片表布的，好，配色在这边，好，是主色这个颜色，对，口袋也是这个，好，这是上面接缝口的布，是，对，都是各剪一片，都有含缝份的是吗？对，含缝份，然后这边还有文化协会现任的理事长吴介找来年轻的设计师操刀。布款的选择从花布变成了单色，而产品为了贴近市场，也增加实用性，像是环保快包、饮料杯套，或是绢印的铅笔盒袋，迎合年轻人的需求。产品设计完之后，交由社区妈妈缝纫，一老一少的搭配，开创台湾水色的新路，实践轻盈共同创业的模式。现在包含退休年龄的延后，或者就是说刚才所提到，因为年轻人因为家乡没有工作机会，所以必须离乡背井，那就变成就是说有些年纪大，原本应该也要退休的这些比较年长的长者，他们也其实有这样的一个工作的需求。现在是的确在我们这个乡镇里有这样的一个非常普遍的情况，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说尽量的除了关注青年的议题之外，怎么样让这个长照的议题能够在家乡里面也被重视。郑雅纯是设计团队的一员，她观察年轻人的加入，除了让产品风格更加活泼，市场接受度也更高了。团队里的年轻伙伴有不少是新竹本地人，他们留在家乡打拼，也让村子里的长辈有了依靠。初期我们在台湾水色聚集这些年轻人的时候，我们也发现说，真的陆陆续续从远方有从嘉义有从高雄的，但是后来会越来越链聚，就是说，留在竹东的，就是这附近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就是说他们愿意留下来的意愿越来越高，所以其实对于在地年轻人的那个工作的那个给予，我们其实也觉得很感动，就是说他们可以愿意留在这个自己的家乡工作，不会说一定要往台北或是其他地方去寻找工作，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互惠的关系，也不是只有我们创造，而是我们也需要他们来帮助我们在这个地方发展。社区共好，文化保存，一直是九赞头文化协会努力的目标。其实这样的想法早在20几年前就开始萌芽。吴介手里翻着的档案夹，里面放的是九赞头文化月刊，这些都是吴介的父亲吴明忠与一群社区伙伴的心血结晶。回想戒严时期，吴明忠与伙伴们感受到客语以及地方文化逐渐消失。解严后，1993年，他们创办了九赞头文化月刊。那时候发刊的时候，甚至是用直接夹报的方式。我记得看最早的资料，他那时候首发大概只有500份，那到后来其实他印制的量有到3000份左右。第一期的月刊就是介绍九赞头地名的由来，陆续还刊登了九赞头的产婆庙、雅尼社场对在地的影响等等，每一期的内容都紧扣着在地的纹理，而在月刊的最后都会附上了客语小诗，因此协会顺势开设了新诗班。九毛路爬上树，树探瓦跌落水讲哈，转移看到民众哈，是由我们当地居民一些耆老他们所自己创作的一些童诗，然后我们就透过朗诵的部分，一方面是让我们小朋友可以接触到不一样的客家文学，而且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其实对母语就会有更深的练习，然后有更深的了解。
1995年，行政院文检会在内湾举办文艺季，推广内湾以及客家文化。当时他们找上九赞头文化月刊的人一起合作。去到做义工、做劳动时啊，我上了会个抬轻衫嘛呀，好。你下都摸咯，你下抬轻衫帮手咧。发布好多。叫班个阿妈就做。协会资深志工邱月长就是当时文艺季的志工，他负责替游客导览，透过照片记录回忆当年。他也努力将保存的心意传承给协会第二代的吴姐。那一次的内湾县文艺季，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它看成是内湾县的一个文化启蒙运动，所以包含很多的文化性质的，不管是文化资产或者是文化推广，都在那一次之后雨后春笋般的冒出来。照片里有客家日常用品展出，客家童玩，甚至是市集摆摊。25年前的市集，精致度与丰富度完全不输给现在的文创市集。在举办内湾县文艺季的时候，我们需要非常多的社区居民一起来共襄盛举，所以那时候也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居民就开始知道我们九赞头月刊社以及他所推广的理念。所以在这次的文艺季办完之后，其实我们就有一群当地的居民都觉得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大家一起来做，所以才正式成立了这样的一个九赞头文化协会。2019年，文化协会在因缘际会下，承租下当年举办文艺季的核心车站。吴界试图把这里打造成具有在地特色的观光景点。台铁内湾线曾经是运送木材和矿产的重要支线，然而随着林业、矿业逐渐没落，运输量减少。2000年时，核心车站从一般站点降级成为简易站，甚至一度传出要废站。那时候就是由这个曾董事长，那他因为过去在那边追火车，那有一段爱情故事，把他认养下来。那认养下来之后啊，其实后续县政府也注意到这个核心爱情车站的这个动人的故事。1958年就读新竹高中的曾春照认识了同校第1名的女孩。2年后的一次月考，曾春照睡过头，没赶上核心车站的火车。他怕留级会断了与女孩的友谊，跑了2.1公里，赶到九赞头车站搭上火车。明年度在2月份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部分，就是我们的春意漫游的这个活动。现在协会的员工有一半是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伙伴，他们大多住在新竹县市附近，像是核心车站的企划经理吴乐兴就每天通勤上班。那你觉得课程的时间安排啊，就是依你自己的那个人力规划的话，你会不会觉得是6日开课比较适合啊？6日的话，人手会比较足一点。吴乐兴学的是平面设计，加入协会之后，他发挥设计专长，重新规划核心车站的空间运用，也安排活动。公司团队其实给我蛮大的一个空间，几乎是可以让我，很信任我的专业，让我去发挥吧。所以我觉得在工作上其实是算还蛮自在的。你会发现整个大环境是不欢迎年轻人回来的。那这个不欢迎的很重要的其中一个因素就是没有就业机会，所以那时候我们才会从所谓的单纯的文化性质的推广的协会，到后来我们愿意投身到所谓的产业。轻盈共好在内湾线上不再只是口号，然而要让这样的模式在地方长久运行，必须有稳定的产业收入，还必须坚持协会文化传承的理想。协会是怎么做到的呢？
杭州爱州。台湾有一种水色，水水冻江，俩水柔软，亲像爱人嘅木珠。目光漆漆黑茶针，念线牵针，做得蛋糕水牛库学堂基地，采访台湾俩岛俩布匹。水色布匹档还有一工厂，沿等火茶铁轨，再来考核好品，再去好核好品。古董侦查两条线，一路七七档，唔是左转，唔是右转，是到下一站火车头顺，由爱人停留。提到台铁内湾支线上的景点，多数人最先想到的必定是内湾老街。不过，在距离内湾火车站走路5分钟的路程，却别有洞天。这里有一间像是宫崎骏电影里的魔幻小屋。那现在还差一点点，来交给你，边拿着，然后这样，对，边敲边转，边敲边转。那你可以把它抵住。这里是一间精工工作室，游客可以来体验当一日山城的银匠。设计师陈义婷正在教客人怎么样制作专属的戒指。因为评价好像还不错，主要是他们有很多款式，然后我跟女朋友就有看她喜欢，然后就也过来这样。我们觉得很棒哎，因为就是以往可能因为这个戒指透过自己敲敲打打，然后自己一动一动去做，跟我们直接买一个成品，这个整个感觉跟心态上面都会觉得差很多。这间精工工作室早期是台铁的旧宿舍，后来一度被改造成漫画馆。九赞头文化协会接手后，打造成复合形式空间，取名叫做好客好品希望工厂。回溯到大概民国90几年的时候，那时候呢，其实内湾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漫画大师，叫做刘宪清老师。那其实刘老师还有一个想法，就是他想要在内湾当地有一个他的展览馆。但刘老师他有这样的一个展品，但他没有实际办法来做经营跟管理，所以那时候他就跟我们协会合作。那由乡公所协调，把这个闲置大概数十年的旧的铁路宿舍，就交给我们协会来做这个漫画展览馆。旧铁路宿舍成为漫画展览馆的基地，吸引不少漫画迷前来朝圣。2010年，无界把空间多元使用，以创造内湾特色品牌为目标，打造好客好品希望工厂，增加了精工工作室、台湾水色的捐印体验、布包的展示，以及一家书店。我可以在内湾老街上看到三峡的金牛角，可以看到大溪的豆干，甚至之前还有溪头的妖怪村，都在内湾老街出现的时候，到底内湾在地的特色，或者是说我们想要让外来的人认识内湾的什么，这件事情开始在我心中有一个很大的疑问，所以就开始想说，有没有可能我们把在地特色一样拉到这个场馆里面，让大家去认识。于是吴界联想到内湾矿业的历史，这间精工工作室就是实践他自己对内湾的记忆。早期的客家的耆老或老人家，其实他相对会认为银饰是比金饰来说是相对保值的。那有可能过去是银本位制，所以金子可能是这种贵族或皇族才能使用的，所以老百姓能够使用到最值钱的金属就是银饰了。精工工作室主打的是银饰作品，设计师陈映婷特别把在地的元素融入其中，用巨线仔细地修整饰品的边缘。陈映婷设计的这款饰品，灵感来自于海棠花窗，而海棠花窗就是古早毛玻璃窗户上的花纹。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小木屋其实它是非常有特色的，就是大家进来，然后第一眼就是映入眼帘，就是我们背后面这个海棠花窗。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它是我们这个新宫小木屋的一个很大的特色，所以呢，我就想说可以做一系列就是有关海棠花窗的这个产品这样子。这种窗花几乎是台湾人，尤其是新竹人童年的共同回忆。而就是为了找回童年的记忆，吴介在打造精工工作室时，刻意捡回许多被丢弃的海棠花窗，来作为建筑的外装饰。就像我们整个园区在做的，我们会希望说怎么样去展现当地的特色跟文化。其实生活轨迹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很好可以去呈现文化的这件事情，包含过去人他怎么生活，他的家里面长什么样子，他使用什么家具，这些都是过去所累积下来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底蕴。那我们只是希望说，可以透过这些物件，让大家去注意到过去人到底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精工工作室旁，吴介还开了一间由旧鸭寮改造而成的书店。打造这个空间，是为了让内湾人想看书时都能够有个去处。那时候刚好碰到了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是我们那时候竹东有一家当地的书局，那因为市场环境的改变，所以就倒闭了。所以我们就开始想说，如果连这种小的村庄里面都没有书局的话，那更不要提在内湾这个更偏远的地方了。所以在想说，如果这些地方是真的不需要阅读资源吗？吴介经营的这家书店很不一样，他不卖书，而是展览书。每隔一段时间，他会找不同的朋友，建议挑选4本对他们的人生有影响或是启发的书，放在书店内供顾客翻阅。会有这样的想法，灵感是来自于吴介曾祖父的成长故事。那时候我在想土望书的整个构想的时候啊，其实我就想到了我曾祖父，他一辈子，他说他那时候没有上过小学，只上私塾。他上私塾的时候，整个人生就只念过4本书，但他觉得他一辈子当中，其实因为有读过这4本书，他也觉得他非常受用，所以就开始想说，如果我们的在阅读的部分不追求量，而是只来追求质这件事情，有没有可能做些什么？所以就开始把一个空间只有4本书的这个概念就提了出来。吴介发现地方上其实也有许多独立出版者，因此他和这些作者们合作，也是以展览的方式呈现他们的创作。最近刚结束的一档展览，作者专门写街猫的故事，因此展出了许多街猫的照片。经过这些年的运作，好客好品希望工厂越来越上轨道，扎稳了内湾站观光点的基础后，2017年吴介开始向外拓展理念。我们也是尽量的去做所谓的异业结盟跟串联。我们现在的一个想法就是认为，就是说内湾线的火车，其实它过去是载运木业跟矿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运输工具，但是现在木业跟矿业没了，它依然透过这样的一个运输特性，带了很多国外甚至是外县市的游客，可以透过这个火车来到横山乡。所以我们认为，怎么样在横山乡的沿线都去培育这个良好的观光，甚至是这个文化特色，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吴介选择在内湾铁道沿线开设新的据点，企图一站一站地吸引游客走进横山，扩大内湾线的观光效益。拓展的第一站，他选择在竹东打造一家装潢走复古风的客家餐厅，
而餐厅的菜单灵感取材吴界在竹东的成长记忆。竹东过去它是一个庶民美食非常兴盛的一个乡镇，包含它的夜市或者是中央市场都是远近驰名的。所以像我自己虽然住在横山，但是跟竹东其实除了我外婆是竹东人之外，其实过去的生活也跟竹东是息息相关。阿婆你下像安尼买的话嘛，简单的头好，这个青糖，系哦，糖杨枝，系啊，在酸鸭炖饭咯，菇菇炖饭都有啊，系啊。延续希望工厂，寻找在地文化的精神。吴界试图让游客到这里可以体验舌尖上的竹东。老板，我要在那边几张啊？没有，我还有2个。还有什么？洋葱啊。餐厅大厨谢刘玲妹每天负责食材的采买，因为坚持使用在地食材，竹东的中央市场是她的主战场。竹东市场可以说我们台湾县城主要特色来，很卖新物来卖物来，尤其係傳統嘅東西之外，傳統嘅板也好啊，也係三角啊，也係水餃嗰啲，呢些就竹東嚟賣。竹东中央市场是北台湾最大的客家传统市集，这里的蔬果新鲜又丰富，越往市场里头走，更是别有洞天。你看三角板酱，摊位上五颜六色的三角板，也有人称为客家三角丸，其实就是内馅包肉的水晶饺，通常用来煮汤。这是谢刘玲妹每次来到竹东市场必定采买的食材之一。我就穿汤是拿来炸，拿來換熱青粉啊，炸個炸。然後都知道講清好食，也見老闆娘當為做，佢去做，也要兩應該麵，也要兩應該煮山藥，也係按照菠菜，也係按照汪鋪做啊，所以這個都是很有營養的蔬菜三角的。我當初我的外婆也是非常在行這樣的一個料理。竹東這邊有一種特有的食材叫做散狗哥，散狗哥翻成國語字的話叫做三角仔。謝劉玲妹把三角板裹上粉，丟下油鍋炸，這是吳界外婆的拿手菜，她在店裡重現。而餐廳的多道招牌客家美食也都是炸物。我外婆特別喜歡吃油炸的東西，所以像我小時候其實吃了很多我外婆做給我的點心都是炸的。我舉例來說，一個叫做泡菜，泡菜的話就是所謂的炸蔬菜。把洋蔥、紅蘿蔔切成絲，裹粉下油鍋炸。這道炸蔬菜是竹東麵店常見的配菜，也是吳界外婆的最愛。除了道地小吃，店裡的擺設與裝潢也頗有特色，保留了台鐵舊建築的牆面，再加上吳界收集的旅行箱，更別有一番風味。因為我們不希望用太學術性的方式去詮釋文化這件事情，所以我們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怎麼樣讓這些我們覺得重要的事情有一個平台跟媒介，是消費者可以參與進來的。這個是我們覺得很重要的事情。我們希望在這邊講的是生活，為什麼？是因為我們覺得其實生活的食衣住行娛樂累積久了，其實就會變成是地方的文化。越好越康健！2019年，吳界接手了核心愛情車站後，他積極的舉辦活動，不定期邀請藝術團體來到車站表演，舉辦市集，試圖為地方帶動人潮。因為有了人潮，就會有店家願意進駐。住在核心車站旁的陳慧娟，一直有個開餐廳的夢想。之前無奈內灣人口不多，不敢嘗試。直到核心車站吸引來了人潮，他用自家倉庫
改造成早午餐店，展开事业第二春。核心车站的复苏，让陈慧娟这样的在地人不必远走他乡，能够就地圆梦。他们都有很用心在规划，所以观光客的数量其实是变多的。那之前这边很可惜的是，只是一些附近的小孩可能玩游戏的场地而已。可是现在因为有不断的一直在规划，然后人潮越来越多，游客也越来越多。一方面就是这跟我们协会自己在做的两个主要的方向有相关。第一个部分，我们希望可以来做产业，产业可以带动当地的就业，然后青年归乡。第二个部分就是希望把在地的文化去做展现，这我是觉得很重要的。九赞头文化协会的第一代人救回了流失的地方文化与母语，第二代接手的吴界整合地方资源，复苏观光亮点，透过旅游的方式，要将内湾的美与文化深植进旅人心中。